好莱坞年度盛事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台湾时间今25日早上举行，历经原主持人凯文哈特 Kevin Hart 辞去主持棒后，今年奥斯卡主办单位找不到人主持，最后决定用唱歌开场，并找艺人轮番上台颁奖串场。对此，曾主持过奥斯卡的甜心女神安海瑟薇 （Anne Hathaway） 发文靠背，但她正能量的态度获得网友一面倒狂赞。安海瑟薇今在典礼开始前3个小时，在 IG 上发文表示 ：“No matter what happens with today's show, just remember it has already been worse. Happy Oscars！” 无论今天的典礼发生什么事，记住一件事：最糟的已经过了。奥斯卡快乐！事实上，安海瑟薇2011年曾和詹姆斯·法兰科 （James Franco） 搭档主持第8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，但当年他被网友狂轰用力过猛，而男主持人则被质疑心不在焉。两人被讥是史上最烂、最尴尬的主持人拍档，而这段经历也成为安海瑟薇的黑历史。今年奥斯卡面临91年来第2度面临没主持人的窘况。安海瑟薇先前受访时曾表示，没人想接主持棒，真的就是因为奥斯卡实在极度隆重。如果是金球奖，你还可以喝点小酒上台，或是不小心飙出点脏话都没关系，但奥斯卡可不是这样。它是一个极度隆重的场面，但在我们现代的年代，大家都已经不怎么喜欢隆重感了，也不喜欢听台上的人在膨胀或吹嘘某些事情。可这就是奥斯卡 DNA 里的特质。